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3月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一度的台湾国际蓝展，3月3号到12号将伫后壁南汇生物科技园区盛大登场。今年的蓝展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构想，将现场营造过去文人念诗的场景，相当有气氛。现在就带观众朋友抢先来看麦。台湾国际蓝展今年全场布置烟花超过30万盆，加上这个兰亭馆就超过20万，而且多达800外品种，规模已经是14档来上济上盛大。市府为了宣传今年一度的蓝展，上午除了政府官员、甲议员、民代以外，也有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兰花专业人士拢到场见证，场面相当盛大。2、1，请启动，向外拉我们红色的纸条。2018台湾国际蓝展，3月3号到3月12号。希望透过这一次这个蓝展，让我们台南我们的后壁兰花园区能够更加的具有全国而且是国际的知名度。那这次也有很多国际的买家已经到场，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目前也都在积极的在各个兰园里面在洽谈。那我们希望透过每年的这样的蓝展，我们每年都能够有给市民、给我们全国的民众跟国际的这个对兰花有兴趣的能够有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感受跟新的突破。那也希望透过这样蓝展，让我们台南在地的兰花产业不只是兰花种植兰花的业者，那还有包括衍生的这些兰花的产品都能够业务蒸蒸日上。今年蓝展上大焦点就是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设计主题，结合山岭、瀑布加凉亭等景观，企图回到西元353年《兰亭序》的场景，体现上千年前文人雅士游览的景观，也互记者大力推荐。利用到咱的文学家王羲之，以这个兰亭荟萃，以兰会友，带入到文学。包括咱大自然的这个小桥流水，包括咱的瀑布，包括竹林，哇，会使讲入来啊，互你感觉足认真爽快，佮看到非常的惊艳。所以所有乡亲一定要把握3月13到12，一定要来看咱台湾国际蓝展伫咱后壁区哦。另外，兰花结合奇妙文化的创意馆，也是首次用于门神的信仰，具有几何加美感的双重感受。我们有台南有6座的这个宫庙的这个已经绘图完成的这个门神上面所绘制下来的一个图腾，那8座都是非常精彩、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所绘制的门神。那我们这次把门神跟兰花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植物呢，跟门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因子做非常完美的结合，希望让民众来到这里呢，可以感受到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创造出非常不一样的时尚风格。从3月3号开始，一直到3月12号的台湾国际蓝展，市府邀请全国民众一定要把握机会亲身来体验。台新闻本集不可以参与报道。距离民进党市长初选民调时间愈来愈接近，陈廷辉甲黄伟哲两位参选人，伫2礼拜之间拢分别举行活动以及政见发表，希望得到选民的认同，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南市长的选举。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伫2礼拜纪念日之天举行亲子写生活动，将近1000名家长甲囡仔做伙画图耍游戏，和原本严肃的竞选活动有了温馨气氛。伫结束下载行程了后，陈廷辉就启程前往南昆新大天府，来迎接骑脚踏车环岛的前行政院长游锡堃。
陈田辉将近20年，我观察较深啊，伊是一个正派清廉的人。20年来，恁敢捌听过讲陈田辉有去牵涉到违反正派清廉的任何一件法律官司？无。第二，伊是具备武力。啥说武力？就是领导力、行动力、组织力、规划力、甲执行力。这5力是做一个首长上应该具备的，伊拢具备。2008年的时候，我当立委，那时候我的父亲离开，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刘院长当成是我政治的父亲一样，他也一路带着我，所以我一直以他的水牛精神，成为陈亭妃在政治，尤其是立委这一条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跟目标。咱免咱唔惊艰苦，咱免安怎唔惊任何的阻碍，都是爱向前冲。向前拼。除了热天陈田辉，前行政院长游锡堃也将当年伫行政院长任内拍通雪山隧道所留落来贯穿时，赠送予陈田辉，祝福伊会当坚持到底，赢得人民的信任。另外，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也举行青年逐梦选择圆梦记者会，主张生涯的旧议会，解释为青年创业基地，提供空间、资金、技术甲管理服务，互伫外地工作的台南子弟会当回来故乡就业甲创业。台南过去是人才净流出的县市，我们希望说，将来这个留在外地工作打拼的年轻人，他们能够返乡，不必每次过年过节都要赶买车票、赶买早鸟票哦。但是他们平常就能够在自己的故乡哦，不一定是住在家里，但是他们也可以在故乡开创事业，然后跟家里很近，随时有澳元，随时可以享受亲情，这点都是我们要努力的。所以说，如果让年轻人能够成功的返乡就业或创业，我觉得其实不管在社会面、在经济面、在家庭面，都是加分又加分的事情。我们将来再回到我刚刚提到了记者会开始的讲的一句话：年轻人有希望，台南就有希望。透过青年希望基地成立，将会当为青年朋友提供更加具体服务，实现在地创业就业的梦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民进党市长初选的民调出无几天，参选人陈田辉上午公布新一批宣传影片，片中无政治大咖，只有各行业的素人来相听，拜托所有市民做伙来做伊的后盾。我支持陈田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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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陈田辉。影片当中无任何政治大咖，只有各行各业的百姓比赞，发出我支持陈田辉，用简单清楚诉求，无加任何配角，嘛是要传达陈田辉实实在在政治特质。因为咱都是来自基层，咱来自基层，就是希望讲用基层的声音作为我上好的后盾。伫这个后盾当中，都是人民的力量，互我向前行。所以伫这波的这个电视媒体的广告当中，咱用素人，所有各个阶层，有我们的农民、渔民，还有我们所有的一路相挺的所有的好朋友出来帮我站下。他们希望向所有乡亲推荐陈亭妃，用他们的力量，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的电话民调的当中，一定要讲出唯一支持陈亭妃。一路行来，陈田辉的妈妈上界烦恼就是查某囝也未结婚，嘛唔甘伊拼甲无眠无日，唔过内心有搁较济唔甘嘛无路用，所以规气将查某囝嫁予台南市，互伊全力拼台南的未来。这20冬来，伊10天就安尼无眠无日，无论接到咱迄个人敲一通电话来，伊就是一直撞去，认真咧拍拼咧做这个为这个。台南，所以我即马也是决定讲要来嫁予这个台南。我支持陈田辉，我
就算今年最后关头，但天会选择公布最后一波的宣传影片，嘛希望打击民众的心，得到大家肯定。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市长参选人吴伟铁中到原本有教育界的推荐，不过因为确实掌握以前有人拍算用20万份乌函的证据，所以紧急换主题开记者会，将印刷厂委任公司完整录音的相关证据交予检调甲党中央来持续调查。其中就是因为铁考中就要转印周刊20万份，企图攻击伊，互伊无当选的乌函。不过进前昆请市民做伙监督检举，可比其他电影考试是自导自演。对此，经过团队明查暗访，同时掌握完整的录音，证实是有心人士委托小盘落订单，佮委托中盘到大盘出货一连串安排计划。当然，会中伊袂当又是共党上的作为，但就是对于人格上大的侮辱。他来，他跟我讲说，哦，伊是朋友介绍的，印刷的，就当我有咧做印刷，啊，我讲，伊要传单，啊，我讲，啊，即摆明仔载要过年啊呢，伊就讲，爸紧我档案拢做好啊，啊，你着帮我看明仔敢有法度印。如果不是自导自演的，那显然是有人意图，使人不当选。尤其必须提醒我们已经初选登记了，初选成为参选人之后，就是初选的候选人。那么选罢法的适用，我们其实是适用的。但不管先撇开法律不谈，就从党内的内规来讲，我们真的也不希望说初选变成人格抹杀战。为了小天吴伟铁委屈，会中水当当呼吁阿王会嘛表达唔甘，站出来替伊加油打气。吴伟铁强调，该案编开证据已经分别交由党中央加检调来发动侦查。我们分两部分，第一个该交司法的交司法，第二个该交这个党内这个选对会的，我们也交到选对会去做这个调查，因为我们举出的证据都很清楚。那也相信选对会会受理，也不会认为说随着别人起舞说啊这个是子虚乌有，是自导自演、空穴来风的啊，就把这个事情草率结案。我们相信初选下礼拜就结束了，但这个调查如同蔡主席所说的，还将继续。就算行到现在，敢若已经变成正义甲暗黑的对决，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每摆拄着大雨，海岸路甲中正路交接路段都定定淹水，造成周边店家累少的损失。为着解决这多年的困扰，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也是现任里长的吴杰，3月1号即天就邀集了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希望找出解决办法。海岸路地下街因为路面地势较悬，每一届遇到大雨的时阵，就容易淹水，造成周边商家真侪无方便。所以向着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吴杰来申请，希望会当帮因解决问题。3月1号即天，市府相关单位甲里长拢做伙到场会勘，希望会当找到解决的办法。去年我来拜票的时候了哈，那摊商好朋友跟我讲，这个地方一直每年都淹水，为什么啊？然后做海岸路要做景观工程，花那么多钱，啊，我们淹水的问题是不是要解决？所以我就透过这个机会，去年12月8号写个公文跟副市长反映，请他为人民的疾苦来努力。他就已经邀请水利局了、公务局、现在都发局，他们3局要一起来会勘，看这个问题安怎解决。当地咱的蔡里长伊讲，海岸路挡住了他们的排水问题，已经20年了。只要是东西向流水可以排出去，应该就可以解决他们水患的问题了。但是政府单位考量非常多，不晓得为什么了。现在我们还在讨论，希望友爱街跟海岸路都可以往西流的话，水就袂拢积在沙卡里巴里面了，你在滩上就不会有痛苦了。经过水利局、都发局、工务局会勘了后，表示会将当地里面的问题查登去市府建议，寻求适当的工程办法。但是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随着时代的改变，选举的手法也愈来愈创新。参像争取连任的议员吕伟英，就想到参考时下流行的手机游戏《旅行青蛙》，也打造一只伟英蛙，来将社会走访南区甲安平区的特色景点，透过脸书拍照打卡进行宣传。最近一款来自日本的手机游戏《旅行青蛙》受到真大的欢迎。游戏当中的主角会世界旅游，并用翕相的方式将各地的风景甲古迹呈现出来。议员吕伟英也参考这款的概念，未来将陆续交伟英蛙伫遮做伙走访南区甲安平区，随顺美食、风景甲古迹，并透过脸书拍照打卡。将这个所在介绍给大家。我想选举也可以很好玩，选举也很有创意。那我们这一次呢，搭上现在网络的热门 APP 旅行青蛙的这一款游戏，我们也找出了青蛙朋友出来在这次选举当中帮我助阵。那我想呢，南区跟安平区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古迹，也有很多这个文化的部分，还有很多巷弄美食。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一个青蛙朋友，我取名叫做维应蛙。那未来会举办一系列的维应蛙迪家的这个活动，来发掘我们的巷弄美食，还有我们南区安平区好玩好吃的地方。然后都会在吕维应伟力帕表的粉丝专页，那也可以在那边打卡拍照，然后去发掘南区隐藏版的一个大家喜欢的东西，让每一个人在借由维应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也可以进一步发掘南区安平区的美，还有好吃的东西，然后有空没空都来南区安平区佚佗。随着科技的进步，选举行销的方式也对咧改变。议员吕维应为了争取后一届议员连任，特别用这种创意的行销手法来引起关注。另一方面，也希望市民朋友会当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认识安平甲南区的在地文化。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新口困一日，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开春以后，台南市的房地产等相关市场景气如何？台南市不动产公会特别举办演讲会，会中专家学者为第一季数字分析普遍乐观表示，今年无论新厝，也或是二手的市场成交量，拢持续增加。为了互相关房地产等不动产业者对着今年市场景气状况加一份了解，嘛特别针对咱台南的走势。台南市不动产公会27号下晡特别邀请昆山科技大学教授前来演讲，现场去满满的听众。教授但小美表示，包括南区的就业机会、安平港油田码头开发，以及地方文创甲观光等产业发展。其实台南整体经济基本面袂歹，对数据来分析，今年无论新厝还是二手的市场，成交量拢持续增加。
那我们现在市场的状况，已经跟当初我们市场非常热的这个状态呢是相同的。那价格呈现一个平稳，甚至是建商让利的状态，也反映出市场的利多。那现在消费者在小宅化的趋势之下，非常注重这个总价的市场。那最近的这个地震的议题，也让消费者渐渐的意识到这个结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我想展望2018年的未来，如果我们的市场成交量持续的放大，那么建商对于我们未来推案的信心持续的这个增加，那我想整个台南市房地产市场是呈现一个稳定复苏的格局。为中加教授同款对台南市房地产的景气抱乐观看法的，也有台南市不动产公会理事长。上一波我们的跌不会那么的强烈，但是我们的回暖，我们是很快就已经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这是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投资业者那当然这你要感谢到的是我们政府对于我们一些推案的一个时程没有给我们压得那么的紧迫，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建商在推案的一个步调上面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这些空间可以有助于我们台南市房地产的一个稳定。不管专家也是学者，展望台南市今年的房地产市场除了普遍看好，同时嘛建议政府积极将来老厝中间的政策，嘛是拼经济上紧佮有效的方法。台新闻何乔邦参与公布的。配合元宵节，安平区公所结合安平利益相关发展协会以及在地社区店家，做伙发起星光大道走秀、甲环保会灯的快闪活动，邀请民众摕到亲手制作的花灯来造访老街小巷，体验暗时的安平美景。石门国小学童区里头卡，从大小无共的铁管用钉拍空。这是安平区公所结合安平美丽相关发展协会以及在地社区店家所发起的元宵节活动，希望透过亲子合作的方式，彰显古早传统又搁有环保概念的花灯。我们希望就是把安平的这个老街这个巷弄的文化，再结合我们这一次元宵节，用这个环保意识的古早味，用牛奶罐，还有这个免洗碗做成的灯笼，那跟我们的亲子一起就是畅游我们安平的巷弄。那希望呢，我们慢慢的把安平的这个巷弄的文化结合晚上我们有一些灯光的效果，来一起做一个亲子的活动希望每年会越办越大。伫咧3月2號活動當中，除了邀請加濟女中的學生變裝行星光大道以外，也要讓親子摕到家己親手製作的花燈，來設安平的3條街、甲2條巷以及古堡的外城，將暗時安平點火光，也感受無共款的氛圍。我們會沿街呢，從文珠店出發。然后经过我们安平的3街2巷，3街2巷就是延平街、孝东街、中心街那个茉莉巷，还有胭脂巷介绍一下我们安平巷弄的特色。然后我们会绕到这个古堡的后面的门这里我们做一个为安平古堡庆生，今年是395岁那。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回来文珠店，一起吃汤圆，来过一个元宵节这样子的活动。主办单位也邀请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摕到家己所做的花灯，也是手灯来造访安平的老街、古迹、庙宇等等景点，感受安平暗时的美丽。但是，在山林根参不得。由中华民国卫农协会主办的台南艺术博览会，将伫3月16號到18號伫大義勵志酒店登場。這次總共有51間來自台灣以及亞洲地區的優質衛農產品，要讓民眾近距離感受藝術的多元風貌。
由中华民国卫农协会主办的台南艺术博览会，今年除了展出将近180位来自国内外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以外，佮首次佮台湾国际游艇展合作，将规模拓展到高雄展览馆，希望会当吸引高端的客户，同时开拓更较侪跨产业合作的可能性。今年很特别的是，我们也跟了高雄的外贸协会在高雄办的一个游艇博览会，能够做特别的这个结合策略联盟。那在展览馆的话，有特别辟出了一个是当代艺术展区。那这个的话，能够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因为游艇展的这个客户群都是高端的客户群，也是我们所诉求的一些客户，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介绍，把艺术然后带入这个展间，是我们觉得很高兴的一个合作模式。迈入第6届的艺术博览会，今年以人文高度再造城市风华为主题。3月16号到18号，将伫大义励志酒店展开，希望透过一系列丰富多元的活动，让台南市民感受府城的艺术活力，同时看见文化传承甲创新的力量。电视本站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3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3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